合併式槓桿鍛煉牽引解決脊椎變形和腰腿麻痛。常見脊椎變形有年輕脊柱側彎、年老退化型腰椎側彎。以上兩種疾病都可以利用 B18E 槓桿牽引器解決。這產品擁有兩種牽引力。第一種定點牽引，擁有兩個支點，即腋下和上盤骨。牽引器的下板有內凹設計，卡在盤骨上方，形成一組穩固支撐點。上板頂部承托在腋下，形成另一組穩固支撐點。透過提升上板便產生靜態牽引力，拉直脊椎。第二種槓桿牽引，即夾翼鍛煉，同樣擁有以上兩個支點，加上手臂肌肉向下施力，產生動態牽引力，拉直脊椎，擴大椎孔，使椎間盤回縮，可以隨時隨地佩戴，不求人。每天2次，每次15分鐘，拉開椎體，腰腿麻痛消失。槓桿牽引器比拉單槓和倒吊有效、方便、舒適。